我有位客人陳生，58歲，做生意做到出血又出汗，終於儲到500萬現金，心諗夠啦，可以收工睇孫，去環遊世界啦。第一年屋企4個人，每月開支4萬。第二年呢，通脹將每月嘅開支推到4萬5。第3年屋企人突然間做大手術，醫療費30幾萬，醫療保險又唔夠賠。第4年戶口得返寥寥可數，心諗仲有20年人生要過，嚇到夜晚瞓唔着。問題唔係錢少，而係錢冇再流入，現金會用完啦，現金流先至長流啊！我幫陳生做咗3步：300萬參加終身年金，月月派息，現金流自己生息；100萬參加高端醫療、危疾保險，風險一到咧，保險幫佢兜底；100萬參加保本分同儲蓄，福利滾存，仲可以傳俾下一代。而家佢每月年金出糧2萬蚊現金流，醫療有得包啦，資產仲可以越滾越大。3年前嘅危機變咗今日嘅安穩。重溫3個重點啊！現金唔代表自由，現金流先代表自由。退休最大敵人通脹、意外，唔計數就退休，等於瞓身賭運氣。如果你都想知自己嘅500萬可以撐幾耐，留言啊或者 DM 我啦。我係 Tony， 10年幫過300個家庭，專門將現金變現金流，將風險變保險。記住唔好用運氣過餘生，用計劃好好安排。